今年我哋流感疫苗咧嘅接種人次咧係非常之多嘅，咁去到而家最新嘅數字咧係接近23萬人次咧係接種咗我哋季節性流感嘅疫苗啦。今年咧一共咧購買咗24.5萬啦，即係24.5千劑嘅流感疫苗。咁我哋而家每一日都仍然有大約200人接種啦。我哋係會係所有嘅市民呢，就接種完畢咧，我哋就會停止呢一個計劃嘅。呢2-3個星期嘅數字咧，我哋流感嘅病例嘅比例咧，都已經係明顯回落㗎啦。咁亦都有賴於我哋係接種率嘅提升啦，同埋我哋天氣回暖亦都係有一啲嘅幫助嘅。我哋希望每一個市民呢，尤其係長者咧，一啲慢性病嘅患者，因為呢啲人士咧，佢哋係如果不幸感染咗我哋一個流感嘅話咧，佢哋出現併發症嘅機會係比較高嘅，佢更加需要咧係接種疫苗嘅一個保護啦。咁就喺度做一個呼籲啦。如果係長者一啲嘅慢性病患者咧，亦都係希望咧可以恆常咁樣每一年咧都係接種到季節性流感疫苗嘅。因為咧，不論係新冠，不論係流感啦，其實都有相應嘅治療方法，咁亦都及早睇醫生，可以能夠咧及早得到治療咧，而減低出現一個併發症嘅風險㗎。睇翻我哋一啲呼吸道症狀嘅人士啦嘅一啲嘅樣本嘅檢測率咧，新冠咧係上升到16%左右嘅，係比之前係有一個上升嘅趨勢。咁呢度亦都呼籲翻啦，我哋喺任何嘅場合環境啦，都要注意翻我哋個人同環境嘅衛生啦。如果係出現一啲呼吸道症狀、發燒等咧，一定係要戴上口罩，就以免將個病毒傳播俾人。